点钟。今仔日咱进入大港节日的第一礼拜，咱已经点着基台的蜡烛，以互咱记着上帝对人类的应允，而且伊会保守这个应允，并且这个应允的确实现。敬拜俄罗。哈利路亚！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欢迎咱的兄弟姊妹倒转来到伫咱永光的大家庭，咱要伫遮做伙来敬拜咱的上帝。这是一个欢喜的时刻，因为咱会当带着咱的感恩，带着咱的心，带着咱的丰盛，来到伫上帝的面前来伊感谢。这就是有智慧的人，因为上帝创造咱的性命，一世人，咱活的就是要为着阿拉上帝，阿门吗？有啥物款的意义会当比活的来阿拉上帝搁较大？所以咱活的是为着要阿拉上帝。咱今日倒转来到伫上帝面前，咱伫遮要开声吟诗来阿拉伊，因为上帝伊爱咱吟诗来阿拉伊。透过直播，不管你伫倒位的遮兄弟姊妹。伊愿甲阮同心伫遮来敬拜咱的上帝。今仔日是大港节，什么是大港节？大港节就是耶稣出世进前的时间，咱咧听候耶稣就将要出世。大港节嘛是伫有限的中间，所以伫咱的大港节对第一礼拜一直到第4礼拜，就是耶稣圣诞。耶稣降生的日子，所以咱对圣诞节迄一天，第4礼拜往头前来甲伊算。第一礼拜大港节第一礼拜，大港节第2礼拜，所以咱今仔日点第一支的蜡烛，咱看到第一支的蜡烛是啥物色的？恁有看到啥物色的无？紫色的、橘仔色的。第一支橘仔色的，第2支橘仔色的，第3支橘仔色的。第4支咧，第4支粉红仔色的，中迄支咧白色的，所以伊叫我说第1支、第2支、第3支，伊所代表的，就是咱拢咧听候主耶稣，阮望你会当紧紧为着阮来降生，所以伫遮抬杠，然后咱充满着迄个望，充满着信心，过来到伫第最后的时阵。迄个搁较晚近圣诞节是粉红的，圣诞节迄一天就是白色的，表示咱的主耶稣伊的降生充满圣洁，阿门吗？阿门。所以咱伫遮的6点钟，这拢是有意义的。所以今仔日是大港节，咱的教会今日搁有圣餐，搁有领洗礼。咱伫主的内面，咱一个主，一个信，一个洗，因为咱拢归伫耶和华上帝，也归伫耶稣基督，阿門嗎？咱做伙起立，咱只是要来恭读使徒圣经，来，咱做伙来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勒多任来受苦。定12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高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边，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高活，
永远的活命。阿门。主耶稣基督是咱一生的主宰，是咱一生的倚靠。咱这个时阵，咱要存着喜乐的心来敬拜阿乐咱的上帝。咱做伙打鼓仔，用鼓仔声来敬拜咱的主。你是我的主，我要切切追求你。你告诉我，我的心，我心靠你。你是我的主，我要切切追求你。你告诉我，我的心，我心靠你。我的不做尽没有梦里，我的力量高过你，因你主爱你，生命的红，我没有努力。我的不做尽没有梦里，我的力量高过你，因你主爱你，生命的红，我没有努力。你是我的主，我要切切追求你。你告诉我，我的心，我心靠无你。你是我的主，我要切切追求你。你告诉我，我的心，我心靠无你。我的不做尽没有梦里，我的力量高过你，因你主爱你，生命的红，我没有努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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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直播作前，咱一边来仰望主，因为咱的主看见伊的荣耀甲权能，甲咱相甲比例。咱要做咱的一生奉献给咱的主，因为伊是咱一生的主宰甲倚靠。我的不做尽没有梦里，我的力量高过你，因你主爱你，生命的红，我没有努力。我没有努力。我没有努力。咱将咱的呼喊声，归予咱一生仰望的救主基督耶稣，因为咱的主是咱的倚靠，伊是荣耀的君王，也是咱一生的主宰，伊是早伫地、现在伫地、永远伫地，咱一生的君王。咱要用存着咱敬虔的心来敬拜、仰望咱的主。你是荣耀的君王，你是和平的主，你是天地万民主宰，只有你是的公义。
弥赛亚的意思是什么？弥赛亚的意思就是伊是救主，伊是救主。咱伫救主的内面，咱领受即个救恩。既然是领洗的人，你就领受即个救恩，因为即个救恩伫咱的中间，行做咱头前的路、头前的光灯。咱要搁继续用即首诗，主耶稣点伫咱的性命，咱来学乐，来敬拜伊。哈利路亚。搁一摆来感受，主耶稣将咱当作伊的心肝，为着咱来拖磨，因为伊定是伊家死，为着咱来死，咱用听的来感受耶稣对咱的听。感谢，因为你道成的肉体来到伫世间，救阮的性命，为着阮的罪定死伫十字架，互阮会当成做得永远活的人。阮你来感谢，互阮徛伫这个人生的路站，伫这个世界好亲像人生海海，但是因为有耶稣你的疼，你的救恩，阮就充满盼望。伫困难的中间，有主你的手伴阮行过。主啊，阮感谢而乐你，主你要将你搁较大的恩典，望充满伫阮所有兄弟姊妹的身上。我们对耶稣来行，我们按照你所予阮的目标来向前行。阮的性命一生拢要跟对你，因为主你是阮的救主，是阮的帮助，你对阮的疼永无改变。哈利路亚！咱做伙来举手来。海水的多就这是咱的宣告，主对你的疼无改变。甘愿为我受尽拖磨，将我当作你心肝。海水的多就到的多，你的疼
念小我，来，甲伊祝福。主会听一生甲你念小我。阿门吗？阿门。主会听甲你念小我，一世人念小我。阿门。阿门。这是咱真做主基督徒的人所享受永远我的福气。现在请坐。这是来共读圣经，圣经记载伫启示录第2章第8节到11节，请咱同齐来共读。请你着写批予伫士每那的教会的使者讲，做起头的甲落尾的，捌死来过我的。伊的话讲，我知你的患难甲丧凶，实在你是好嘢。遐个家己讲是犹太人，其实毋是的，就是做撒旦的话。因你的放毒，我也知。无得惊你所要受的艰苦，你看。魔鬼要将恁中间几若人合落家，互恁拄着刺，恁要受患难10日，你着尽忠到死，我就要用活命的免流赏赐你。有耳孔的，着听圣神甲遮的教会所讲的，得胜的人。决断无受到第2摆死的害。圣经读到这，愿上帝话常常带伫咱的内面，做咱一生的准证。献诗免咱要请入别的诗班，因要所献的诗是主，我感谢你。
阳光，越过夜空的月亮。主感谢你，我感谢你，让我听见我眼中所疼爱的人。我是我的事业上闪烁的星辰，喜乐赞美充满我心，我要称颂你生命。主感谢你，我感谢你，哦，我怎能停止歌唱？我怎能停止高声颂赞主？因基督是天地主宰，我怎能停止歌唱？我怎能不赞美我主？我怎能不赞美我主？我要赞美主。线接要强修圣餐甲正道，正道的题目是启示录的苏美纳教会第4名的冠冕。所听的姊妹，大家平安。咱今仔日是圣礼典的主日，圣餐主日啊，咱这个时阵要备办心来到主的面前，咱要甲伊同坐倒啊，这是一个恩典的时刻，是透过耶稣基督所设立的晚餐啊，通互咱会当进入伫伊内面啊，做伙甲伊结连。所以咱用这款的心，用感恩的心，到伫主面前啊，欢迎既然受洗礼归入伫耶稣基督的名的，咱正兄弟姊妹拢会当伫今仔日参与伫主为着咱备办的圣餐啊，请咱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保罗所讲，我捌对主所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受卖迄暝，又摕饼来祝谢，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今日来纪念我。食了后，也捧杯，讲：即个杯是新约，是用我的血所设立的。今仔啉的时，着今日来纪念我。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丰盛的恩典，甲咱众人同在。咱来学习主的款式，来大声，咱来祈祷。亲爱的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而乐你，你是荣耀的主，是万权能的上帝，是早伫地、现在伫地、永远也伫地的主。所以，阮感谢你，会当信靠你，是阮一生上介大的福气。不但阮伫今生会当掌握甲你的关系，佫会当你有透过你的应允，互阮伫有限的世间，会当续接到伫迄个永远的活命内面。这条路就是透过主耶稣基督为着阮开的，所以阮感谢你。特别今仔日，阮众兄弟姊妹同工来到伫你施恩的座前，用吟诗而乐，将阮心内面一切的感谢来献上互你，也愿你欢喜阮所献上的，亲像香香的祭，到伫你面前，得到你的欢喜。但阮也求你，搁一摆用你的宝血来洗清阮的污秽，互阮过去有意无意得罪上帝的，互人无欢喜的，互家己袂当更较侪
亲密到伫你面前的，主愿拢求你即个孙，用你的宝血搁一摆来洗清，互阮真做是清气的，是伫主耶稣基督内面来得到保全，通互阮今仔日来到你面前，会当领受即个救恩的杯的时阵，会当更加得到主你的欢喜。也愿上帝，你圣化即个饼甲葡萄汁，互伊成做阮属灵的美娘，互阮深知这是耶稣基督为着阮救赎阮，献上伊的宝体，伊所流的宝血。阮用即款的心感恩伫你面前，感谢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请咱的同工来服侍。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既然咱受洗，成做基督的门徒的，咱拢有份伫伊的体，有份甲伊结连。咱牧师邀请恁做伙参与伫今仔日的圣餐的中间。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这是基督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请咱做伙来领受。主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今仔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请咱会长老来服侍。主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今仔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咱借着耶稣基督，会
当恢复成做上帝儿女的名分，也就是借着伊所留的宝血，承担咱一切污秽，互咱有福分，倒转来到伫天父面前。这是上帝互咱的一个祝福，嘛是咱真做天父上帝囝儿查某囝的权柄。愿上帝丰富的恩典伫咱的顶面来显明，更较侪感动，互咱深知伊是听咱，愿意陪性命的主耶稣。这个杯是新约，伫耶稣基督的血所设立的。咱啉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伊，咱做伙来领受。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的日子，咱搁一届伫主的面前，咱来祈祷。无所不能、全能的上帝，阮感谢俄罗你的恩典，为着阮开启即个祝福的道路，就是透过你的圣囝耶稣基督，为着阮牺牲、流血、受钉伫十字架顶。但即个救恩已经成，也成伫阮正经啊。信的人的顶面，阮感谢你，靠着你，互阮的日子更较哪得着快乐；靠着你，互阮的日子有真实的平安，有盼望，佮充满你互阮的疼。所以，阮感谢你，求你继续引带阮的脚步，互阮所建立的教会、永光教会，伫你面前更较得着你的欢喜，互阮所建立的基业，伫你面前领受更较侪的丰富。也互阮伫每一个的生活内面，甲圣神的交通会当更较哪亲密、哪深知上帝你的心意。阮相信，这是阮一生所盼望，也是阮所求的。伫你面前，愿你欢喜，成这的祝福伫阮的顶面。感谢基督，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感谢主的恩典，咱会当伫主面前甲伊同坐倒，因为这是一个足神圣的时刻，所以咱每一届圣餐，咱拢会提早来报互咱知，咱备办心参与伫圣餐内面，咱偌用心，上帝恩典就偌大伫咱的顶面，阿门。所以感谢主，咱做伙来经文这个真神美的人生心田。咱是一个充满信、盼望、甲仁爱的人，阿门。哇，这是一个真祝福的一条的道路吼。请兄弟姊妹，咱起立，咱来宣告上帝对永光教会应允甲祝福。来，永光教会是归属上帝、活出基督、活靠圣神、充满荣耀甲能力的教会。愿的确要成全圣道。活出命定，力行普世宣教的意向，互主的荣耀充满全地。阿门。请坐。前礼拜是咱一年一届的感恩节。咱若看周报，咱就知影有真侪兄弟姊妹
用感恩的心来到主面前，来表达因对上帝一年来的保守看顾，的一个祝福。所以伫迄搭遐来献上感恩的祭。咱嘛感谢主，前礼拜咱嘛为着咱的建堂，搁一摆透过小组安尼一点仔1箍，毋是1箍，即摆拢1箍，敢是1箍10箍，即摆无1箍啊，对无吼？哇！有啦，你互我讲乱去。哦，1箍、10箍、5箍、100箍、50箍，哇！安尼欠，哇！感谢主这个咱前礼拜拢有参与伫即个中间的，咱就知影讲这是上帝互咱的恩典，因为即间教会是归属耶稣基督的，是奉伊的名所设立的。咱有福分伫遮，我相信咱愈甘心乐意，上帝就愈愿意，更较侪恩典、甲福气伫咱的身上。阿门。所以咱所奉献的，绝对是上帝所欢喜甘纳，也上帝也成全你心内所求所想的，伫伊的听内面，互你的生命更较真实的平安。甲丰盛的人生，这是理所当然的一条的路径吼。所以咱感谢主，咱前礼拜会当参与伫即个中间。过来我有几张的相片来，这是阮有讲去到伫土耳其的所在吼。今仔日要来带咱去到是甚物所在呢？我有讲阮飞机坐到遮对无吼？上顶面的所在吼，左上角的所在，然后阮就坐巴士你看有一条巴士落来，有无？去到伫苏美纳的所在，这个苏美纳这个所在，就是今仔日咱所读的这个经文。牧师就透过阮去到遐的相片，会当互咱大概来了解吼。苏美纳，阮去的时阵就感觉讲，这是一个真水的一个城市吼。咱看遐有一个港湾对无吼？所以对我咱看咧地图就知影，哇！伊遐有一个港是真水的一个港哦。伊是土耳其第3个大城市，目前大概有大概有31万人尔，无真侪人哦。毋过伊是第2大港吼，所以咱就知影遐个生理人真侪，即个出入吼，因为海港嘛吼，货物出入就伫迄搭遐真频繁吼。即卖叫做伊兹密尔吼，即卖的地名叫做伊兹密尔。伊会当讲是亚细亚的冕旒啦，吼，就是讲嘛会当讲伊是亚细亚之花啦。咱知影，咱伫学校有迄个校花对无？吼，意思就是讲内面上水的。你就知影，伫土耳其来讲，这个城市是整个土耳其上水的城市哦。吼，阮去到遐，即个导游伊就甲阮讲，伊足期待的，就是会当住伫即个城市，吼，因为即个城市实在是真水值得骄傲的一个城市吼。所以咱会当看见，哇，伫即个伫河，即个海湾的周围，充满有真侪的厝，咱就知影讲，这是一个人真杂密的所在。这是即摆的苏美纳土耳其的即个苏美纳即个街路吼，真水伊嘛有真用心伫遐伫种花吼，嘛有伫真特别的一寡的大楼阮伫过去的时阵拢翕吼。毋过要甲咱讲，阮毋是去看城市呢，对无吼？若要去看城市，台北看嘛袂歹嘛吼。对，阮毋是去看城市哦，阮是去看古迹吧，吼，哇，去看古迹。阮伫即个城市的内面发现有一大片的古迹，即马继续在挖。即个古迹拢是伫即个土下面拢重新挖起来，吼。所以因要来重新甲过去的古迹2000多年前的古迹，要甲重新挖起来。即个导游互阮一个真重要的观念，就是讲你看着古迹若有条就表示啥？有建筑物对无？有条就表示有建筑物咯，吼。所以即马剩的一支条尔，其实迄是有厝的哦。
咱就会当去想象，伫整个阮去的所在，这是一个真富裕的城市啊！即个当时的建筑物是真大的哦。吼，你看迄条啊，甲条啊中间无真深哦，无真宽吼。即摆还佫继续伫挖，所以阮去的是去到伫涂骹，去到软去到伫涂骹来看前这个街路的情形吼。啊，即摆继续挖，即摆佫有搭这拖片仔起来，这拢是表示下面佫伫挖吼。啊，佫过来你看到的啊，这是伫涂骹下面，即摆有挖起来的物件吼，这是。古老的即个街路，也是讲迄个有一个中国一个小水道吼。啊，当然，即两个嘛缘投阁水啦吼。这一定爱讲的对吧吼？爱自我肯定一下吼。哇，阮去到遐，看到伫当时你甲思考，2000多年前竟然会当起即款的建筑物咯，吼，拢完全是用石头安尼刻，安尼贴起来吼。所以较会当去留甲遐久嘛，对无？吼，这是互咱感觉讲哇，真特别。所以你看，伫迄个大楼的头前遮规片的，伫正手边遐有条啊有无？拄啊潘牧师翕相的所在，吼，有条啊，佮过来遮规片拢是哦，拢是整个过去的一个大的建筑物咯。哇，咱就会当了解讲，即个斯米纳，即个城市。2000多年前就偌尼咧老建啦，吼，就偌尼咧老建，会当互咱去想象哦，吼，阮嘛有去到伫迄个山轮仔顶面，即个山轮仔伫当时，若是即个伫山顶有起即个城，拢是护卫城哦，就是讲即个都市若是攻击的时阵啊，最后会走去倒，就是入去到伫即个山顶的城的所在，因为遐较好。即个方位嘛，对无吼？人要爬起咱钱写落去较方便，石头连落去较方便，吼，所以拢有护卫层伫每一个古堡的中间吼。所以阮就上去哩到伫遐来看吼，即个护卫层有无？有看到无？遮就是护卫层啦吼。我用一个箭线有无？吼，即有迄个城轮啊，会当互咱看见吼。这是斯米纳，吼。这个城市即马是真繁荣的城市，毋过阮去到遐要找教会的事业找无啊，目前找无到当时斯米纳教会的位置找无哦，吼。毋过阮有看到一个真重要的，就是一个叫做普里甲伊的宣教的一个所在，吼。这后壁牧师会甲咱来分享。啊，阮去到遐伫黄昏的时阵，就看到讲哇，这个城市真正是足水的，有无吼？我翕即张图，甲伫即个黄昏的时阵，互咱看即个城市的水，咱会当去思考着吼。好，来看即个图了后，我相信咱有一点仔的概念，吼。耶稣基督借着启示录来斯米纳的教会讲啥物呢？咱今仔日伫即个经文内面，咱有读。咱会当来了解哦，吼，所以今仔日透过这段经文，牧师甲咱来分享得到生命的冠冕，就是斯米纳耶稣基督对斯米纳教会的一个应允，嘛是对既若忠心到底死，愿意顺服，就是这个耶稣基督这个信仰的人所会当得到的一个生命的免流，啊，这是真特别的一件代志吼。所以伫即代志啊，咱看。耶稣基督安怎来在讲斯米纳？伊讲迄个首先个甲落尾个对死搁活起来，就是基督。伊讲我知影你的患难，知影你的创伤，总是你是富足的。即句话在表露当时斯米纳教会情形呢。讲我知影你拄着的患难，你的创伤，总是你却是富足的。当时斯米纳诚做。耶稣基督的门徒的遮，哇！因的生命伫因的生活内面，哪像咧大风的迄个蜡烛一般样哦，随时可能会面对生命的危险，吼！所以这个城市会当讲是因整个小亚细亚上水的城市，
总是因为上水的城市，所以变做达人的驻点。所以迄个皇帝，罗马的皇帝嘛是掠遮做一个真要紧的基地，有建立遮即个皇宫伫即搭遮。所以呢，所有来到伫即个所在要做生意的，也是讲遮个宗教，有真济无共款的宗教进入到伫遮，因拢得爱巴结罗马的皇帝，因为罗马皇帝的权真大，伊有真济律法，嘛有军队在保护因咯，所以就安尼真济人就尊即个皇帝做神，来去皇帝庙啦，来表示讲我是足忠信的哦，我是一个足顺服，我是足顺服你的百姓安尼。所以当时去看的时阵，我就看见有真济是真正去皇帝庙的拢是庙宇呢所以不但有真济万神的庙尔，阁有掠皇帝做神，要来尊重伊的所以伫迄搭遐，阮就看到基督徒敢愿意来拜皇帝做神嘛？无啦。特别这基督徒真济是当时的奴隶，真济是当时的这下阶层的人，因为因生活痛苦，袂当得到帮助嘛，所以因就得到这个福音，就靠着这个信用、信心来帮助因的性命，得到一个稳固的生活所以，若是安尼，因为因无法度，因嘛袂当拒绝来拜皇帝，即个诚做神，即个神像所以就安那袂当享受真济即个平等的生活所以因就真艰苦，因为因就诚做真济人眼中钉，嘛是罗马皇帝来所看做无好无爱所以耶稣知影因的情形。耶稣就甲因讲，恁外体看起来亲像丧凶，亲像有真济危险，面对着性命的即个挑战，总是恁是富足的。伊讲的富足是啥物？伊讲恁属灵的性命是富足的。哇，这是真特别咯！耶稣真清楚在学了苏米娜这个信徒，虽然因外在是不足，是互人看做眼中钉，是亲像狗仔容易互人累死的。总是伫耶稣基督的眼中，因的性命，因为因我靠伊互因的性命有真实的平安，互因会当真正安息伫耶稣基督内面兄弟姊妹，我求上帝帮助咱咱看伫即个苏美纳即个城市内面，真济人拢是掠皇帝做神来拜伊，真济人因有真济万神庙伫迄搭遐来崇拜，就是诚做基督徒的即个苏美纳的信徒，因却得爱伫遐秘密切切，袂当真公开来相信耶稣基督，袂当真公开来敬拜这位真神上帝。所以兄弟姊妹，咱伫即个时代，咱会当真自由来敬拜，总是咱有时真济的观念，有缘归属伫即个社会。有缘受到社会的影响，至到咱伫真理的顶面无法度徛伫在，所以求上帝帮助咱，伫内外的价值观内面，咱有几分是真正是属于上帝国的，这会当互咱来思考会当互咱来思考所以愿上帝帮助咱，检查咱诚做基督徒的金银，我无真济，毋过我是富足的，对无？是不是安尼？阿门。哇，无啥加回应吗？金银彼得讲的金银我拢无，这是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哇，迄个富足的能力，迄个富足的权柄，伫彼得的身躯来显明。当然，诚做基督徒，咱嘛是安尼金银我无真济，毋是讲拢无啦对无对无？我无真济，毋过我是富足的。阿门。生命富足，毋是用金钱来量会出来，敢毋是？伫咱的生命一切中间，我相信上帝互咱的是值得咱倚靠的，值得
来信靠伊，然后行一条，享受一条充满平安甲喜乐的生活。所以，愿上帝互咱有即款的关键哦。然后咱看耶稣安怎过来劝勉励这个苏米纳的教会。伊讲讲这个苏米纳的教会，这个信徒，因面临着一个上界大的一个威胁是甚物呢？就是来到伫即个城市的人，犹太人，大部分的犹太人，拢毋是基督徒，大部分的犹太人是做生意来到伫即搭遮，所以因真有钱，遮有钱，所以因就安那贡献互遮政府，来会当美化遮个城市，所以因伫政府的面前讲话有声，因为要做生意嘛，对无？因即个官商就爱疏通的好势啊，所以因遮有钱有势的犹太人，看轻的是遮个无钱无势的犹太人，偏偏是犹太人总是安那，因看轻遮个真做基督徒的，哇！恁伫即个社会无地位，无啥物钱源，所以恁是不值得人甲伊看在眼内的。所以兄弟姊妹，面对着安尼，咱就会当看见，这犹太人伊所面对的一个，不但是外邦这希腊人的欺压尔，连家己本族的人，这未无信耶稣基督的，这做生意的犹太人，有原是在欺负因的。所以耶稣就安尼讲，我嘛知影，迄自称是犹太人所讲的诽谤的话，其实因毋是犹太人，因乃是撒旦的一贯的人。即句话讲了足清楚的哦。咱就会当知影，当时迄个情景就是安尼。即基督徒要伫即款的社会内面，来得到生存，要当真自由来敬拜上帝，对因来讲，这是无容易的一件代志。特别若有任何的政治的活动，还是宗教的庆典的时阵，当这整个的城市拢在欢喜跳跳的时阵，因就安那。咱知影罗马帝国上盖高起的就是竞技场，有无？是剧院迄款的竞技场咱两三礼拜前，咱去东港甲咱分享迄个大剧场有分两种，对无？一种是文的，一种是武的，对无？文的是安怎？就是讲伊的座位做甲亲像咱狗的安尼，咱这是文的啦，对无？若武的咧，伊就爱做足悬座位爱坐足悬起哩，安尼较安全嘛，所以有两款无共款的。若文的，就是在演讲的所在，是艺文表演的所在；若武的，就是战士、武士互相较劲的所在，也是甲这兽，这野兽较劲的所在。基督徒若拄着全城拢在庙会时阵因就带在等，因为随时有可能有一群人想着就要去掠迄个叫做无神论的。对因来讲，因毋是拜皇帝就是无神论的因拜啥我别拜，对无？所以因拜迄什么耶稣就死啊！佫要拜啥？所以对因来讲，这个诚做基督徒的，对因来讲，因是无神论者。因就安那要掠这人想尽办法要掠这人通互因伫即个竞技场甲野兽来斗争。讲你个上帝偌厉害，试看卖嘛，看会救恁无？有无？常常用即款的方式来支持基督徒。兄弟姊妹，咱看因即款的情景，就是耶稣所讲的，讲恁要受着苦，恁毋免惊。魔鬼要将恁几个人落伫家里，叫恁受气，总是恁爱到死忠心。我就想说，恁迄个性命的权柄。迄个免流，兄弟姊妹，咱感谢上帝，伫咱的信的内面，伫咱的生活中间，我相信咱嘛会面对着人的无了解，人对咱基督徒一块行为，一块感觉讲咱是一个迷信的人，毋过我相信咱是知影咱所信的是甚物。
咱因为信，就带着盼望，有即个盼望伫咱的生活内面，咱面对着任何的困苦、艰难、破病，咱拢会当靠着耶稣基督来较赢伊。这是咱所信的信仰，是毋是安尼？这是较信的哦。所以愿上帝互咱看见，伫即搭遮咱看见，耶稣基督甲苏美纳的教会信徒讲，因会受苦，总是无表示嘛，无有讲伊会行拯救伫因的中间呢，嘛无讲我要减轻你的痛苦，拢无。因敢若勉励伊讲，恁着爱尽忠到伫死呢。哇！会当互咱想到什么无？甚至想到这受苦的苏美纳的信徒，讲上帝啊，你伫倒落？上帝啊，为什么安尼？上帝啊，为什么阮的人搁互掠去啊？搁无倒转来？上帝啊，伊的老爸因为信你，毋愿意拜皇帝，头就无去。上帝啊，太会安尼？这代志你敢拢无插手吗？兄弟姊妹，咱伫诗篇内面嘛有看到真济即款的诗篇，敢毋是？咱嘛会当看见耶稣基督伫受定伫十字架顶的时阵，伊嘛安尼讲的，讲我的上帝啊，我的上帝啊，你为何为什么来放杀我？为什么来离开我？是毋是有一款？哇！耶稣基督伊嘛有一款的情景，在表达咱人的不足，人的软弱的部分，嘛，互咱会当体会知影讲是，就是耶稣基督，伊嘛知影讲，虽然亲像上帝天父无插手来救伊，总是伊有缘承认，伊是我的天父，伊是我的上帝。兄弟姊妹，所以圣经雅各书伊就安尼来讲，讲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气的，因为伊经过试验了后，要得到性命的免流。这是主应允予遐听伊的人的。阿门。就亲像耶稣基督，伊经历过死了后，上帝予伊3日后对死过活，但坐伫上帝的左边，伫遐伫听候，要来搁一摆来到伫咱的中间，要施行审判伫咱的中间。上帝予伊权柄，就赢过过去伊所有一切，会当互咱来看见。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互咱会深深来体会。有一条诗歌，过去真常常我少年的时阵在唱的一个诗歌吼，伊这个歌词真水哦。伊讲神未曾应许，天色常蓝，人生的路途花香常漫。神未曾应许，常晴无雨，常乐无痛苦，常安无虑。上帝无应允讲，哇！你信耶稣了，你逐项一帆风顺，你人拢在落大雨、做风台，你拢是好天，无啦。上帝无应允安尼哦。毋过伊讲上帝却应允，你生活有快乐，你行路有光明，你做工会当得到安息，你伫试验中有够热稳定通用，你伫危险的中间会当有所倚靠。有上帝无限的体谅，就是你做毋对，你愿意悔改，上帝会怜悯无限的体谅，拢为着你陪伴，甲伊对你永远无改变的疼。兄弟姊妹，这就是咱所信的上帝，所会当应允互咱的。也咱因为这个信，咱伫人生的道路每一坎站内面，咱所经有的每一坎站，咱拢因为安尼。来得到信心甲盼望，阿门。所以兄弟姊妹，愿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有一款深深的体验，忠心到伫死，的确要得到性命的免流。我妈妈90岁开始，伊就甲我讲信英啊，你一定爱替我祈祷，因为魔鬼常常会来检查我，因为我的外妈到伊少年信主了，足有基督的快乐的，会当替人医病赶鬼哦。当时真济的鬼，拢伫我的阿嬷带着我的妈妈
去为着这犯鬼的人、犯邪神人祈祷，来得到医治哦。有真济这生业，伫我的外妈甲我的妈妈的手中来做成。总是我看见我的妈妈陪伴我的外妈，我的外妈93岁受主恩调转去哦，会进前差不多要到10冬，伊受到安那这魔鬼的搅叉，吼，受到魔鬼的搅叉啊，所以安那迄个心情有当时啊会真烦真杂，吼。我妈妈逐日拢去甲伊看，总是上疼伊的即个第三个查某囝，逐日甲看的，总是安那有当时会甲骂，吼，讲你就是魔鬼，你走安尼。所以我妈妈到年老的时阵，就叫我爱替伊祈祷。到伫路尾即站站，伊讲求上帝保守我，互我无受到这个魔鬼邪神来甲我影响，抵到我的心去调达软正去哦。求上帝，互我会当坚持到路尾哦。所以我每一届甲我的妈妈敲电话，我总是为着伊祈祷。上帝啊，你保守我的妈妈，坚持到你互伊的人生最后一口气。所以，当我即摆当做见证，有影，伊到伊最后一口气进前，伊的信心依然坚定。伊讲：哦，我已经无力通去唱歌，啊，无力通去祈祷。伊所谓的无力是啥？伊讲伊唱袂出来啊，祈祷的声出袂出来啊。我讲袂要紧啊，你就心内祈祷嘛会使。上帝知影你即摆已经无气力通去吟诗大声，总是。每一届我带伊、带伊吟诗的时阵，伊拢唱甲比我较大声，吼！因为伊真喜乐，有人会当陪伴伊来吟诗、来祈祷。兄姊妹，这就是我要感谢的，因为上帝保守我的妈妈，到伫95岁最后一天，伊依然坚持这个信仰，伊无受到这个魔鬼的搅叉，抵到伊的心艰苦屈出无认耶稣基督做救主，阮上帝帮衬，所以我就深信，我的妈妈就照阮伫医生所看，上帝为着伊备办是迄个大的房间，是荣耀的冕旒，是我的老爸伫门口口伫迎接伊的。我的爸爸讲：哇，阮某亲爱的房间比我较大间。吼，这是阮妈妈的别号吼，叫做别名叫做亲啊吼。对，我相信这就是阮真正得到安慰的所在。所以阮上帝帮咱，互咱有一款的深信。伫主后100年的左右，使徒约翰有3个真重要的学生，其中有一个叫做保吕者。约翰就将士每那的教会啊来托。保吕者成做主教来伫迄搭遐牧会，总是我有讲过伫当时的情景，所以迄个基督徒是密密约约来聚会哦，后来伫一届真大的一个竞技赛场的时阵，群众的心情拢真活泼，真欢喜跳跳，真疯狂啊！所以因就伫遐大声喊来拄起无神论的。咱来去掠迄个保吕者，哇！就真侪人就想尽办法，保吕者到底秘伫对？根本无人知影嘛。后来有找到一个，伊是基督徒的，伊的身份暴露，人就来甲伊甲伊严，甲伊鞭炮，逼伊讲保吕者是带一对，你的主教即摆是带一对，伫秘伫安尼吼。即个人拍到半小时了后，阵透露出。保吕者即摆是住伫什么所在？迄个时阵，保吕者已经86岁。哇！伊互人这兵丁掠来，其实伫这兵丁的中间，有几个人嘛是真真钦佩伊的。所以就私底下甲讲，其实啦，今仔日你袂死啦，你只要你只要承认讲你无信耶稣，你只要讲我愿意拜即个皇帝，规个甲拜一个，拜一届就好啊。你就袂互人抬死，袂互人甲你笑死啊！哇，总是保吕者伫前一暗，伊伫祈祷的梦中，上帝就甲伊讲讲你伫明仔载，你爱为着我顺道，
你会互人烧死伫即个竞技场的中间。所以普利甲，伊知影，伊上帝已经准备要接伊的灵魂。去到伫众人官司的顶面头前的时阵，伊讲：你著甲伊跪落去就好，阮就袂害你。哦，你只要跪咧来承认即个皇帝，你所相信伊就是神。普利甲，伊讲：我服侍耶稣基督86年久，伊从来无亏待我过。但我要怎样要来亵渎迄个拯救我的上帝啊？哇！这是普利甲的信仰最后的一句话哦。伊讲：我服侍伊86年久，伊从来都无亏待我过。但我要安怎来亵渎迄个拯救我的耶稣基督呢？所以咱就知影，伊就受伫即个竞技场的所在，伫遐互火烧死哦。阮去的去啊，即个导游就甲阮讲，迄个竞技场即马大概因所考察的，就是即摆国小的操场迄个所在。吼，啊，阮的车有对过迄个操场，吼，啊，毋过遐拢完全无古迹啊，可能拢是埋伫即个土地迄个所在。所以伫公元155年2月23日，迄日是拜六，普利甲就是即个教场的顶面，伫遐互人用火来烧死。因为伫教会历史内面有一句话，讲教会的建立是用殉道者的血所建立起来。这个是值得咱来思考的。即使咱的教会，若有人甘心乐意赔命到死，坚心决意信耶稣基督，将伊的性命传言，成做一个水的见证，我相信咱的教会就有更加侪的美好信仰的典范，通互人来学习，互咱的施世，互来到伫咱中间的，看见咱中间有几若位，有愈来愈侪位。信仰是坚定的，服侍是谦卑的，甘心乐意来服侍伊，来为着主奉献的。我相信这个美好的典范，咱通一个一个来甲传落去。所以，愿上帝祝福，互咱有这款会听见。圣神正教会所讲的话，既然有耳孔的就听，得胜的得较无受第二次死的灾害。这是耶稣基督对遐忠心到伫死的基督徒所应允的。但愿上帝帮助咱，互咱教会台湾无有殉教者，总是咱却成做一个忠心的教会、顺服的教会，就是上帝耶稣基督所欢喜的。来，咱做伙来读这句话来，这句经文来，拄着刺来忍受的人有福气。因为既然经过试验，要得到活命的免流，就是主所应允互听伊的人。雅各书第1章12节，搁一届来，拄着刺来受忍受的人有福气。因为既然经过试验，要得到活命的免流，就是主所应允互听伊的人的。雅各书第1章12节，阿门。愿上帝帮助咱，咱有拄着试，有拄着试炼，总是咱会当坚心决意，信靠耶稣，伊就会带咱经过，阿门。信靠耶稣，伊就会保守咱的灵魂，会当伫伊的中间来直到永远。所以，愿上帝互咱有这款的看见。也有这款的亲信，真做咱教会甲你的家庭的一个祝福。好，咱要来用这条诗歌来回应上帝的话语。请咱起立，咱做伙来用。感谢这条歌足久无唱啊，不过这条歌有真好的意涵，咱会当来。你到我的主耶稣过来。我的脚要行一条路。
你应允阮生命的免流是为着阮存留的，所以阮相信这个道路是充满丰丰富富、稳定的道路。检查我的亲人朋友无法度去体会我信耶稣基督的好，就是求你帮助，透过我的生命生活，互因看见你的好是哪了。愿上帝你帮助我，互阮每一个人都成做你的见证，直到你过来的日子。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继续来奉献。奉献是回应上帝的听，嘛是信心的行动。请咱用感恩的心、敬虔的态度来奉献。开始奉献。请坐，时间分享，请牧师。姊妹，请咱来关心咱教会这个事工的推动，望咱会当伫祈祷内面更较济来关心、来祝福咱的教会。好，咱感谢主，这礼拜是幸福小组第9周要进入到第9周，要到尾落尾啊吼。所以咱看见有真侪的同工，因用心来准备，通互这个 best，因会当参与伫教会一款得到福气的一个团队。今仔日第2堂的中间嘛有几位，拢嘛透过这个幸福小组入来，要来洗礼吼。所以今仔日有4个洗礼，有7个小儿洗礼，有2个坚信礼，也有2个转会籍的一个信仰告别吼。所以咱感谢主，有这新的成员要进入伫咱的教会中间。好，提讲节开始，所以咱来准备咱的心。来参与伫今年所有圣诞节的这个活动吼。后礼拜牧师因为拜六有妈妈的告别式了，礼拜日会伫点心教会伫遐，甲大家说多谢。所以有邀请台湾新人院前的院长陈尚仁牧师，陈尚仁牧师要来到伫咱中间来讲道吼。咱会当
用欢喜的心来迎旨意来到咱中间，我也相信上帝会透过伊的话要来祝福咱的教会吼。好，咱的圣诞节庆的这个活动的邀请卡已经好啊吼，所以咱伫后壁会当好好来摕来毋茫咱会当分出去哦吼，较侪人会当来得到吼。这个是咱传福音的一个好机会。这个邀请卡真水吼，话讲哇，这含手机变大地，拄啊真好用吼。所以咱真水的一个圣诞节的邀请卡，这外面买袂到的哦吼，干那咱教会有的尔。所以望咱大家来摕吼，会当来分送出去。好，咱12月初8，咱的圣诞的这牧区的餐会庆典就开始吼。所以咱嘛为着咱这的所有的牧区，这圣诞节庆的活动来祈祷。12月初8就开始啊吼，感谢主。好，12月15这个人生的导演也是讲真有名的资深的导演李显祖吼，这个金钟奖的影帝要到伫咱中间。伫网络伊有伊的粉丝，所以网络就伫遐咧传吼，讲12月15伫永光教会吼所以咱迄天爱较早来咧，咱敢若一场礼拜尔吼因为外面也真侪人来检采，咱着爱坐外面坐楼顶去哦吼。好，每年开始，咱有即个养亲的牧区的成立，这报互咱知影。咱感谢主，或者拄啊出社会的青年因会当得到好的照顾所以这较资深一点点这社青因愿意看见这个来考因伫信仰是伫呢工作的这个就业的过程，那会当来帮助伊吼。这是咱教会听的一个分享真水的一件好的传承吼。咱感谢主每年咱的灵修这个活泼的生命开始在预告哦吼请恁来登记牧师期待咱每一个人拢会当参与伫这个灵修的过程内面，会当帮助咱伫灵命更较哪坚固吼。好今仔日思雨伊去到伫新竹的服侍伊是宣教师，音乐的宣教师伊若服侍，咱拢会当伫基督内面来支持伊，迄嘛真做咱教会的一个延伸的触角。好，我的妈妈伫即礼拜拜六要来举行告别式即马咱的游览的车位，咱有2台游览车的车位，目前阁剩20位吼所以你若有要参加的，今仔日就紧紧去到后壁来登记吼通互咱这同工会当好来安排吼所以今仔日礼拜煞了，然后4摆最后一届要来练习毋茫咱若会当去的若愿意参加伫即个4班的，咱会当留落来吼伫第2堂礼拜煞就会当做伙来参与练歌。咱遮的兄弟姊妹，请咱继续来关心这陈泰新是嘉靖的老爸，志勇是秀友的丈夫嘉诚是宜林的囝，素梅是义慈的婆婆，雪慧姐、约翰佮钱义兄，咱继续为着遮的兄弟姊妹的需要咱来代祷前礼拜咱的感恩节，咱有来分发这个月历，咱教会制作的月历。即使你若前礼拜无来无摕到的咱今仔日会当伫后壁来摕1号1分咱这是教会互咱的月历，咱会当透过即个月历来看见咱的教会界的这个节期伊内面拢有写真清楚。好咱来欢迎一位姊妹，即个新的姊妹，今仔日来到伫咱中间的，甲咱做伙来敬拜杨燕玲是老师杨燕玲来伫遮哇，感谢主伊是永和国小的老师真欢迎。今仔日你参与伫阮的礼拜中间，台语你听有？哇，赞好，愿上帝祝福燕玲嘛欢迎你。教会是一个听的所在你会当伫即搭遮，互你的生命更较哪轻快，互你的家庭更较哪得到福气祝福好，等下阮的同工
阮的伊个迎宾团队会邀请你去家己顶面然后会送你一份教会表达欢迎的一个小礼物吼。好，来，请坐。好，来，这个时阵，咱就起立，咱做来吟这条诗歌，彼此来祝福。主来面祝福你，平安福气满满是，我信心来充满你，大梦大热烈大福气，上帝祝福你，祝福你，你的面光照你，伊若充满你，烦恼拢无去，处处大福气。来，变出来啊！安静一下，变出来祝福你，平安福气满满是，我信心来充满你，大梦大热烈大福气，上帝祝福你，祝福你，伊的面光照你，伊若充满你，烦恼拢无去，处处大福气，伊若充满你，烦恼拢无去，处处大福气。请咱有缘徛伫来领受上帝的祝福。但愿听咱的天父上帝，以大能的手骨，逐日扶持照顾咱，也愿圣神启示伫恁的身躯，互恁明白伊的心意，也读出伊的话语。佮愿耶稣基督的救恩临在伫你的家每一个人，对即事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